關淑怡情況依然危殆。但係今日焦點係佢唯一承認過嘅前度男友周文健失聯足足25年。喺呢個生死關頭，佢嘅第一句反應係點？呢個反應又究竟代表啲咩？我哋即刻去片。好，首先 update 翻最新嘅情況啦。59歲嘅 Shirley 日前因為急病送咗入 ICU 搶救，情況一直都好危殆。佢個仔同爸爸連日都喺醫院守候。最新消息仲話佢啱啱做完個大手術，全身插晒喉，繼續留喺 ICU。唉，真係聽到都心痛啊！喺呢個時候，傳媒就揾到一個關鍵人物，就係 Shirley 入行咁多年唯一公開承認過嘅圈中男友大隻佬周文健。佢哋當年拍咗4年拖，但係最後都係因為性格不合而分開。Shirley 以前喺訪問講過，話當時周文健事業如日方中，喺上位階段唔想公開戀情，呢樣嘢都影響咗感情。記者聯絡到周文健，佢第一時間就話：同 Shirley 已經失聯咗足足25年。哇，25年！佢話呢，因為好耐之前呢，返美國荷里活發展，唔見咗部手機，幾百個朋友呢，電話都冇晒，加上呢，佢自己又唔中意玩 social media，所以呢，就斷咗聯絡。佢都係從朋友 share 新聞先知前度出咗事。雖然失聯咁耐，但係佢依然好關心，隔空問我哋究竟佢發生咩事，係咪話好似又入 ICU？ 不過香港醫生咁好，應該冇事嘅。至於會唔會聯絡 Shirley 屋企人，周文健就話暫時唔會。佢話我見過佢爸爸，但係唔熟。我諗佢哋呢段時間好需要私隱，我都要尊重佢哋嘅選擇。佢話可能遲啲等 Shirley 情況好轉，再揾朋友聯絡佢。最後佢都借我哋送上祝福，希望佢好快冇事 ，get well soon。佢有好多歌迷，我相信大家都正在為佢打氣。咁周文健呢幾年去咗邊呢？我哋都幫大家起咗底。而家64歲嘅佢已經定居內地，仲娶咗個細佢18年嘅鋼琴老師做老婆。雖然冇仔女，但係兩公婆勁恩愛。佢人生都好有古仔嘅。90年代拍完97家有黐事呢啲戲之後，就走咗去荷里活。點知發展唔順利。佢話中國人去嗰度好難，冇咩角色俾亞洲人。之後佢去北京又唔係好掂，機緣巧合下識咗個地產商龍哥，介紹佢去澳門幫向華強夫婦打理賭場生意。哇，估唔到呢。佢話嗰排工作就係食同飲，所以食到而家235磅。直到前幾年，佢戲癮大發，返香港拍《正義迴廊》，演技大獲好評，先至正式回歸幕前。好，講返轉頭，我哋一開始問失聯25年，周文健嘅反應代表啲咩啊？佢冇即刻飛撲返香港，亦冇急住去揾屋企人，而係選擇遙遠關心同埋尊重對方私隱。佢呢個反應，有人覺得好得體、好成熟，亦都有人可能會覺得，哇，會唔會冷淡咗啲？分手20幾年，係咪仲可以做朋友啊？當前度有時點樣先係最好關心方式？周文健呢個答案可能就係最真實、最赤裸嘅人生寫照。你哋又點睇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講下你嘅睇法，同埋一齊為 Shirley 集氣。